好多病人做完消融之後都會問我：醫生，粒腫瘤去咗邊度？唔通無啦啦消失咗？今日一次過同大家講到明明白白，其實做完消融，粒腫瘤唔會拎出體外，只係入面嘅癌細胞完全凍死，變成一嚿壞死組織，留返原位度。簡單比喻就好似隻生雞蛋煮熟咗，個蛋殼同蛋黃蛋白仲係原個位置，但蛋白質已經變性凝固，永遠都孵唔出小雞。腫瘤都係同一道理，入面癌細胞已經完全冇生命力，唔會再增生擴散。消融點樣殺死腫瘤？而家臨床最常用分兩大類，第一類係熱消融，包括微波同射頻，靠高溫直接將癌細胞死。第二類係冷凍消融，又叫亞海刀，用超低溫將癌細胞凍死。無論凍死定死，最後結果都一樣，癌細胞出現凝固性壞死，完全失去活性，唔會再分裂生長。壞死咗嘅腫瘤最後去邊？消滅活性嘅腫瘤組織唔會即刻消失，會留返肝入面，跟住由自身免疫系統慢慢變形、吞噬同分解。醫學上叫吸收機法。免疫細胞就好似屋企清潔工，逐步將壞死組織碎片清走，同時周圍正常肝細胞會慢慢生返出嚟，填補原本腫瘤霸住嘅位置。呢個過程唔係3、2日搞掂，一般要幾個月，嚴重啲甚至要成年先至完全吸收。